傳說中有一個傳說中嘅戰士，佢嘅功夫勁到好似傳說中嘅傳說一樣。佢到處流浪，去揾武藝高強嘅對手，順便揾埋嘢食啊！咁中意嚼嘢，咁就不如俾我狠狠嚼你！個戰士粒聲都唔出，因為佢成口都擠滿嘢。佢嗰一聲吞咗啲嘢，然後斯斯然咁話：唔講啦，出招啦！再十杯！咩叫英氣逼人啊？啲敵人望到佢兩眼，都咪嗰啲英氣撐到眼都盲埋，超爆掂啊！我對眼啊！佢超爆掂，勁到爆啊！我哋可以點樣報答你？我咁掂同埋型英燒嘅本質係私隱望望報嘅。無論前面嘅對手有幾多人都好，都冇一個比得上佢咁不朽動拉。從來冇一隻熊貓有咁攝人嘅氣勢，但又得人歡心。就算係當代全中國最英嘅英雄蓋世五俠，對住呢位大俠都會沙晒冧。一齊去蒲啦！幾時啊？但係要去蒲又談何容易啊！因為當你面對住惡人山莊嘅1000惡人嗰陣，你只可以做一件事。阿寶，起身啦！夠鐘開工啦！咩啊？